国庆4天的年假，虽然真侪民众拢欢喜来出游，不过加码家居江阳社会福利助生会内面的志工，无分男女老幼，每一位正无用照着清单，将尿布、豆尿罐等各种的物资装入去护理包，准备分送给台南市2个脊髓损伤的协会，希望帮助减轻患者的家属经济压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是呢，我们很愿意，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利用周末假日，然后来为这些脊髓损伤的病友们，然后准备一些他们需要的医疗物资。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大家的这一份心意，希望就是说多多少少可以让他们在你这样子的生病的这个当中，可以感受到其实他们是被关怀的。除了这个脊髓损伤朋友的协助以外，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是透过这个我们志工也有年轻的小朋友，还有年轻的青少年来加入我们这个行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公益的话，还有一个传承。另外呢，当然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希望说能够达到每一个需要的人都能够给予协助。所以说在整个物资上，也希望社会大众还有医院的话可以共享盛举，可以跟我们讲基金会这边来做联络。那我们这个部分的所有的物资呢，都是客制化的，就是说脊髓损伤的朋友他需要哪些，我们会给他一个清单，基本清单以外，基本需求以外，他如果需要的可以给他填入进去，他不需要就可以把它公布，把它删除掉。那我们用客制化的方式呢，让更多的这些脊髓损伤的朋友能得到实际上务实性的一个协助。现场包括前市府社会局长陈英基、基金会董事长谭守新，以及台南市脊髓损伤协会营务理事长陈佑龙，嘛拢特别出席感谢这群志工朋友。江阳主善基金会对2天前发起这个捐赠的活动，2天来毋捌中断，每个月大约准备70件的居家护理包，平均一件拢超过15公斤以上。所有的采购甲邮寄的费用，全部拢是由佛祖请食饭的结余款，加码家居室来募款支应。台南新闻综合报道。